人稱 Benz 熊嘅資深演員許紹雄喺凌晨2點半因為腎癌引發身體機能衰竭逝世，終年76歲。Jung Sir speaking。許紹雄扮演嘅眾多角色入面，電影《新紮師妹》嘅方中 Sir 係影迷最熟知嘅角色之一。哦，咁嘅，中 Sir 我名嚟嘅。其實我全名叫做方中 Sir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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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1948年出世嘅許紹雄，祖先係廣州4大鹽商之首許拜庭，姑婆係知名作家魯迅嘅夫人許廣平。佢自細已經對演藝充滿興趣，讀緊書嘅時候喺社區中心參與話劇，1970年去到電台參與廣播劇，因為成日揸平治汽車，被稱為 Benz 熊。講笑咩？你做啊！許紹雄1971年入讀無線電視第一期藝員訓練班，參演過多部經典電視劇，演活唔少小角色，包括新紮師兄嘅舅父東。我支筆喺度啊！哦，基哥嚇，支筆我㗎，唔該。喂，你樣你都霸嘅。他來自江湖，同周星馳爭女仔嘅基哥。哇廢啦！你而家就嚟做老豆，就話我唔識做老豆咁話咯。仲有天倫嘅黃世九等。鮮花需要綠葉陪襯，有綠葉王之稱嘅許紹雄亦都演過唔少賣座電影，演技精湛。1999年憑電影《暗戰》獲提名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角。許紹雄2012年喺萬千星輝頒獎典禮奪得傑出演員大獎。2013同14年再先後奪得最佳男配角同最受歡迎電視男角色獎。你係我女？當中《使徒行者》入面飾演綽號歡喜哥嘅變節警察陳歡喜，更加係許紹雄演藝生涯嘅高峰。你唔好淨係掛住望你嗰邊，你前邊有架車噶嘛。近年許紹雄逐步減產，一度同屋企人移居新加坡，購入豪宅，又打本俾個女創業。近年再有報道話，同個女回流返香港，經常喺新加坡、香港同內地三地走。佢亦都不時同個女喺 YouTube 拍片。10月19號仲有出鏡。近日傳出許紹雄健康轉差入院，多位演藝界朋友探望，直至今日喺香港逝世。無線電視記者葉子華報道。